不在里面等呢，外面多热呀！你还说呢，刚才大姐我叫她进了半天，她都不好意思，她说自己太土了。哎，坐这儿吧，咱们。啊，来，坐。赶紧坐。哦。哎，凉半截，你瞧什么呢？东张西望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瞧这儿吧，什么都新鲜，没见过。你好，打扰一下，咱们需要些什么？啊，来3杯卡布奇诺。啊，好的。你刚说是卡什么玩意儿？那什么东西啊？大姐啊，就喝的东西呗。哦，凉半截，哎，这些年你光顾着照顾家，真是委屈你了。哎，三姐，瞧你，一回来就往事。哎，正事儿给你商量，拿出来，大姐。啊，单子。哦，对，单子。哎，大三姐，来，你看看这个。凉半截啊，真行啊，够厉害的你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别人就算拿到盘条，那也是议价的提货单，你这个可是货真价实国家计划内的3联单。哎，这不用到南方就可以赚钱。哎，我要是把南方的客户调过来，那咱们一吨至少可以翻一番。真的？哎呀，嘘，小点声。这样吧，你们先回去，我先不露面呢。等我这笔生意做完，我马上就回家。行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别介，咖啡刚上，尝一口。那你赶紧喝。哦，怎么样？喝。好喝吧？对了，三姐，那你要几天回来呀？最多不会超过3天。太棒了！哎，大姐，我警告你啊，这事不许跟任何人说。哎，不是，大三姐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怎么比咱妈那中药汤子还苦啊？哎，小妹，别兴奋了，该睡觉啊。我睡不着，大姐。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了。那你说。你在想，我们不用发愁小楚的医药费了，而且我们很快就可以见到小楚了。这是第一，那第二呢？第二，哎呀，咱们就能开一个像你三姐说的那样的服装店了。这样一来，你也不用发愁你的工作了。那第三呢？第三，大姐就猜不出来了。第三，我想学开车。第四，告诉你。那不行，得告诉大姐。第四是什么？第四，不说了，睡觉。哎，大姐，咱们还是请几桌吧，要不然开业多没意思呀。不行。三姐每个星期都要发货，咱们每个星期都要雇车，不如咱们买辆车吧？那更不行。现在咱家人都不知道咱俩在干什么呢，谁知道咱俩开了一服装店呢？小妹，关键是咱俩背着咱妈开的那个证明办的营业执照，你想想，就咱妈那脾气，她要是知道了，还不得生气，觉得咱俩跟她生分了。你再买辆车，妈会怎么想啊？大姐说的有没有道理啊？要懂得勤俭持家，这钱搁在自己兜里比什么都踏实。你是踏实了，我不踏实。你一点都不知道刚学完车是什么感觉。我现在做梦都开着车呢，一看见车我就心里边就痒痒。你不给买拉倒，哪天我憋不住了，我去偷一辆车开。你再说一遍。又不是我想开，是我的痒痒虫想开。再说我都跟小楚说了，下回吴姐来一定开车。我还是去马路边过过眼瘾吧。
大姐给你买。真的啊？没骗我啊？骗你干嘛？大姐，哎呦你太伟大了！大姐啊，你拯救了一个心灰意冷、即将走上犯罪边缘的妹妹，就最好使。坐车啊！哎，哟，傻春儿，马大婶儿，这又是在哪儿发财呢？马大婶儿，我大姐又开个服装店，羡慕吧？羡慕呗。马大婶儿，听说你那小吃部关门了？不干了，不赚钱，啊，让你那弟弟弟媳妇儿挤兑的。哎呀，没人来吃饭了，再干就得赔钱。嗨，说这些干什么？我买菜去了。哎，慢点啊！站住！哎呦，妈，您这吓我一跳，您这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你别以为你穿个皮鞋我就不认识你了啊！穿皮鞋了啊？傻笑什么？哎呀，妈，这是给您的。这还差不多还有这衣服啊，2件呢。啊！这我新开了一家服装店，花多少钱呀？6000啊6万。妈，你别急呀，听我给你解释。滚一边去！不听。哎呦，哟，马大婶儿，嘛呀您？店宁可转给别人都不转给我们。我呀，宁可赔钱转给别人，也不会让你们高兴。哎呦，马大婶儿，看您这话说的，这店可不是我们不让您开，是您那儿啊风水不好。甭跟我这牛，你们要不是靠着霸占人家傻春的店，嘿，就凭你们俩能开得起？这话您说的可就不对了啊！霸占我们可担不起，要是我们家傻老大干，能干到今儿的份上吗？就臭吹吧你们！就凭你们俩那点本事，还跟人家傻春比呀？哎呦，赶紧回家看看去吧，人家汽车都买回来了，快去吧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开什么玩笑？我还是回去看看啊。你等我一下呀！我给忘了啊！慢点，走。什么？再说一遍。真的，不信你问刘倩。真的妈，刚才我们俩在门口看见小妹开了一辆新的小面，那傻春就坐在里面美滋滋的。哎，你说小妹看见我们俩了吧？根本就没理我们，开车就跑了。这6万块钱开一个服装店，还买辆车？什么？花6万开一服装店？我不信啊！我说什么也不信。我信，说不定是三姐给的钱。没准儿啊。嘿，你不给我也就得了，你不给妈有点说不过去吧？妈，您倒说句话呀！边儿去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妈，你不是得一碗水端平吗？行了，别赖唧唧的，一边去。妈，妈，一个人在这干嘛呢？运气呢？苏晓，我问你，这傻老大是不是开了一个服装店啊？这事儿我还真不太清楚。你也想骗妈呀？没有，那个主要是大姐开这个服装店，小妹不让我说的。妈，您想想啊，这前车之鉴呀，那小吃部您做的也太不公平了，这事儿弄得我们都害怕了。看来你在里面也有份子呀。这不大姐想给我找点这个小吃部的损失吗？那个，妈，我跟您说，你给我滚一边去！妈不听。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哟，妈，
您怎么没吃饭啊？我不是你妈。你，妈，回来！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妈生气了吧？啊？你赶紧进屋去。哦。